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回到我们永光大家庭，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阿们吗？我们也欢迎透过直播来敬拜神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里，神的灵大大与你同在，恩宠你，哈利路亚！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来非常的专一的来敬拜神。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呢，我们整个对焦在我们的神。所以呢，现在牧师请我们把手机呢关起来，让它休息。我们这个1个多钟头呢，就是完全的在神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阿们。请我们一同起立，请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好吗？我们要邀请圣灵同在，哈利路亚！把我们所有的杂念、所有的忧虑完全的卸下，并且带着信心，你可以宣告说：主啊，你是可敬可畏，你是至圣，你是尊荣的。主，你的名配得称颂。我来到这里，我就是要完全的摆上，将自己献为活祭。主，我今天我的口就是要赞美你，我的心就是要仰望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哈利路亚！耶和华上帝，你是万王之王，主啊，你在万神之上。我们站在这里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的。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高举十字架的时候，万民都要来归向耶稣基督。谢谢主，我们要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全人、全心、全意，都要来敬拜你的名。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这个时刻，我们要用主祷文，我们一同来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全永远。阿们。来跟你旁边的你跟他说，我们喜乐的赞美神，就得着荣耀。哈利路亚，得着荣耀。哈利路亚！相信在今天早上，神要将他的心事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好不好？我邀请大家，我喊1、2、3的时候，大家就用你最大的呼喊，我们要用最大的呼喊来欢迎神的荣耀要降临在这个时候。准备好了吗？来，1、2、3，来敬拜我们的神。敬拜神已充满全地，高举双手。
应许我们的神，我们依靠他，我们凡事都能做，好不好？在这个时候，我们依旧用我们的歌声，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哈利路亚。将你的怜悯能够来怜悯我们这个土地。主啊，你就将你的祝福能够掌管我们这个国家。主啊，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的家庭。主啊，你来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圣灵的带领，有为主你做不完的见证。哈利路亚。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姐妹，我们所信的神乃是一位知能全都在他身上的，他是一个伟大，他是一个充满了能力在我们当中，他也是万有的掌权者。因此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的百姓。神借着耶稣基督早已经将那除灭魔鬼、除灭黑暗势力的权柄能力放在我们的手上。神要我们透过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奉主的名，我们要来宣告祷告。我们的宣告乃是要让整个土地要恢复神的心意，要把所有的人民都带他们回转神的面前。阿们吗？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充满了一个渴慕，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国家来祷告。神他喜爱我们所占的这一块土地，我们所生长的这一块土地。神他爱台湾，让我们在这一年，虽然遇到这全世界这个世界性的这样的一个瘟疫，唯有台湾在神的眼目底下，神他保守我们，让我们平安度过。这个在世纪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记录，因为神的恩典，神特别恩宠台湾。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的为我们台湾来祷告，求神看过我们，不只是让我们在这一次的疫情能够平安度过，我们更需要明白神的心意，乃是我们所有台湾的百姓，我们都能够回转归向神。因为在末世，主他说，父亲要转向儿女，儿女要转向父亲。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因此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来为我们的台湾来宣告，求主保守我们不受任何国家的攻击，因为主他在天空来掌权，完全的掌权，并且让我们的政府能够用耶稣基督，用神的话语来领导我们的国家，让我们整个台湾的百姓全然的能够悔改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的灵，主你的眼目看顾我们这地，主啊，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让我们的台湾不断的在耶稣基督你的爱里面，你的大能，主啊，你所做的一切，主，我们看到，主你是如此的恩待我们台湾的百姓。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然而主啊，我们要更多的为我们的台湾祷告。主，你真是来帮助，让我们的领袖，主啊，让我们的总统，主，让我们在这个台湾所处在一个领袖的高位上的这一些的人民，主耶稣，他们都要来认识你，他们都要来归向你。主啊，你也用你的心意来带领我们整个台湾，让我们的台湾继续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主啊，让我们台湾成为一个世界福音的出口。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不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你必睁眼看测水滴，风出你的呼求。
我们这个土地上面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还没有听见福音。主啊，就连我们的家人，他们都还没有认识主。主啊，他们急迫的需要耶稣基督你的救恩进到他们当中。还有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主耶稣，借着这一次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启动，主啊，你再一次动用了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主，让我们的口能够为基督你来传扬福音。主啊，让我们透过神你给我们足够的胆量。主啊，我们邀请我们的朋友，因为主他们正在等待这一份的救恩。主啊，就在这个机会，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动了起来，因为主，我们的灵深深感受耶稣基督你的心意是什么，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因为当我们把福音传遍的时候，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日子就近了。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将一切的赞美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熊姐，请坐。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诗班我们的立位诗班，他们要来为我们献上这一首诗歌。在充满的感恩、对主的感恩里边，我们持续的、不断的，每一天总是透过祷告、透过与神的亲近，来让神满意。阿们吗？哈利路亚！这个时刻，我们邀请我们的诗班来献诗。
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通过这么美的声音引导我们进入更深的敬拜。愿我们不只在敬拜赞美的当中遇见了神，也在诗班的献诗里面更看见神奇妙的作为。透过每一个人声音的发出，那个共鸣，那个和声真的是直达天堂，让神喜悦，也带领我们进入更美的敬拜。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早上弟兄姐妹可以很平安的、顺利的到这里一起来敬拜。我相信每次的敬拜总叫我们的心是喜悦的，总叫我们每一次来总是可以经历这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对于我们所发出的声音，他不断对我们说他何等爱我们，何等希望吸引我们更多来到他的面前来。好这个时候牧师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宣告永光的宣言来，预备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我们要一起攻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章4到9节，以及13节到14节。我们一起起身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阿们。愿神的话语牢记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心里。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一起来思考信仰的中枢力量。你有发现最近在整个全世界的国家里面，台湾是最自由的，对不对？有这种感觉吗？哇，真的是我们是很幸福的一群我们居住在台湾的地方因为这次的疫情，我们看整个影响了是全球性的，也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模式。我们从过去很少会想到，我们必须要透过这样的戴口罩、勤洗手来每天过日子但是即便是这样子，我们都比其他的国家还幸运、还幸福。我们都可以逛逛街吃上馆子啦，吃东西、买东西，家人聚集、朋友聚集都没有问题的在澳洲他们是这样规定你不能有2个人以上的聚集就是你家人以外的其他的人就不能去到你的家，不能在哪里相聚这是非常一个严峻的一个时刻，所以他们用最严厉的方式要来控管这样的一个疫情。那我们也看整个这样的疫情，不止让我们的生活模式有所改变，我们要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很多专家都告诉我们，
不要以为这是短暂性的，对不对？你要习惯这种模式，未来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我们就很难想象未来这就是这样，需要这样吗？以前我们想象说，如果空气不好的话，这顶多带什么？带氧气筒，对不对哈？这是过去的想法哈，但没想到在这个疫情当中，确实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的调整，我们生活的节奏跟方式，并且也大大冲击了整个全球的经济哈。我们看20世纪所搭建起来的整个全球化的经济这个模式，大家是国际化的这样彼此的互相的支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进行哈，那没想到就因为这个疫情，把过去20世纪所搭建起来的整个经济的架构都打垮了哈，所以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也看见，整个因为这个疫情，不止在经济生活的模式，也在政治军事上，我们更看见有一些的角力。那在这其中，我们也感谢神啊，因为这个疫情也让台湾这个宝岛啊，这个海岛能够从那个好像是海面上浮上了天空一样被众人所看。因为全球很多的头版新闻都是在报道我们，那我们也当然是夹在美国跟中国的中间的一个三明治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在南海，在台湾的领空海域。都这样子，对岸都在我们对岸的中国在秀他们的武力啦、肌肉哈，那美国也是一样哈，不甘示弱的。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想着，到底我们台湾的这个防卫啊的能力怎么样？我们的武器现在是怎么了哈？那这一些的议题都不断透过媒体在跟我们一起讨论，也让我们有所思想。那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应该也会想到说，到底现在地表上最强的力量是什么？是谁在管呢？是谁所拥有呢？好像拥有最强的力量啊，就可以左右整个世界的感觉哈。那如果用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牧师说全球这地表上最强的力量是祷告殿，你会阿们吗？那么有信心的哈，那我就可以不讲了嘛哈，就可以结束了我们今天经文里面，我们就是要来思考这个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祷告殿或者一个祷告的祭坛，是遇见基督的话，那我说那是地表上最强的，是超级无敌强的威力，这是我们的可以确信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是一起来思考哈。所以祷告殿是人类的中枢力量，这从我们的圣经里面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而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是要一起好好的来思考这件事情。所以牧师提出2个让我们思考的，第一个就是守住关键的时刻，来领受与神的同在哈。我们看耶稣复活以后，他有40天的时间，向12次的向许许多多的人来显现。他显现来教导这些跟随他的或者百姓来明白神国的道理，上帝的国，并且他透过这样子来显明他是神，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这个见证叫这些亲眼看见的人能够明白，他们可以跟从他，他们可以把生命交给他。所以40天以后呢，我们看耶稣即将升天，他就来召聚他所亲信的这些门徒，来到了橄榄山上而且在那里他有一席的话，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跟走向。就在这一段话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哈。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告诉这一些他所亲信的，愿意跟他到橄榄山顶上的，来告诉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就是约翰用水为你们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领受圣灵的洗。哇！耶稣把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时刻告诉他们。其实那个时刻，耶稣清楚知道他要离开这些门徒了。他明白，在最后这个把握住跟
门徒说的这一些话的当中，他当然是把最重要的事情做交代。那我们圣经中文的圣经是翻译说，耶稣就吩咐他们哦，但是台语的圣经是翻译为命令他们，是命令。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命令。耶稣在最后的一个命令指示门徒做什么，就是要他们等候，要他们等候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成立一个祷告殿。哇！而这个耶稣所命令的，就成为历世历代凡建立祷告殿的人的一种宣言。因为这个内涵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当我们每次祷告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态，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有什么让我们惊讶的没有。就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相信你们可以非常的惊讶的，因为这是神的作为。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重要？我们看圣经把这一次的祷告殿的人员都按着名字实名制呢。我们现在在实名制，耶稣的时代就有实名制了，就清楚的告诉我们，在这一次的祷告殿守望祷告的是哪一些人。哇！而且详细的诉说他们的内容，就是都同心合意、恳切的祷告。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在关键的时刻，耶稣在最关键的时刻教导他们，当然是最关键的事情。而我们也是一样，在关键的时刻，我们理当做关键的事。阿们。所以，我们再来继续看，在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看见呢？为什么说祷告殿可以称为是地表上最强的力量呢？因为耶稣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他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是什么？答案就在这里，我们大家大概都会背的，《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一起来，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而这应许就是圣灵的来到。耶稣说：父啊，这就是按着耶稣所求的吗？父啊，求你差派另一位保惠师在我们当中，就是神自己临在我们的当中。如此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在祷告殿的时候，当我们进入祷告的时候，不是从神领取什么东西而是什么？是神他亲自临在我们当中。这怎么讲呢？在旧约当中，我们知道，当神预备好了一切，把伊甸园都布置好了，神就创造亚当夏娃，让他们被保护在那其中，来享受伊甸园一切的丰盛跟美好。而这亚当夏娃，他们最棒的是什么？他们可以亲眼看见神，亲眼听见神的声音。而不止这样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他们有这样的美好的经历，神彰显，让他们看见，让他们听见。还有谁呢？我们想一想，还有谁？在旧约当中，摩西好了，我们说摩西，好不好？摩西他过去40年之前，他想尽办法要帮助他的百姓以色列人，但是他失败了，他只好逃离开埃及王子的位置。40年后，他80岁了，然而神呼召他，就在他最卑微的时刻，神的声音向他显现，神亲自向他显明。他吓一跳，他说：你是谁呀？你告诉我你是谁？你差遣我，你要差派我，总要让我知道你到底是谁，你称为什么的神的一个名字，对不对？哇！神告诉他：我叫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啊，我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当时候旧约里面，其实把这个名字都不敢直接称呼，所以我们在研究希伯来文的时候，是用怎么样？这些研究者他们可能把它揣摩，可能就是成为耶和华的。哇！不管怎么样，
那时候神亲自显现，让摩西知道他被呼召的是谁。所以呢，摩西他即便遇到极大的难处，即便他生命有危险，即便他不晓得他要带领这些300万，至少是60万以上或者200万的这些百姓，要往何处何从？他遇见很多的难处，但是因为他亲眼看见神，亲眼听见神的呼召，他勇往直前。阿们。这是我们看见的，看见神临在的时候，人看见神的伟大，就会执着神给他的使命。我们看亚伯兰被呼召的时候，神也没有告诉他往哪里走，但是他清楚知道神对他说话，他清楚看见神向他显现，所以神应许他，他就信，神说的他就信，以至于他如今成为我们信仰之父，让我们学习他的榜样，愿意做他的后嗣，来领受神所在我们信当中所愿意应许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看以利亚好了。以赛亚当往奔的时候呢，他在圣殿当中看见神彰显他的荣美。哇！神坐在他的宝座上依然掌权。所以我们看以赛亚怎么样？他吓呆了，说：哇，我是嘴唇污秽的人，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我是活在这罪人当中的，我真的不配看到这种神的荣美。但是神呼召他，让他成为先知，让他去影响他的国家国度。弟兄姐妹，到如今我们依然受以赛亚他的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彰显他的同在，以至于这一些人他们承接了神的使命，成就神的旨意，在当时候也到如今。而如今神选用了这个方式来彰显他的同在，就是在祷告殿当中。这是你我基督徒，我们应该紧抓住这种应许。阿们。在祷告殿有神的灵在，我们一起说来，在祷告殿有神的灵在。所以每次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祷告眼睛闭起来，或者你眼睛张开都可以。你如果能够领受到，原来神已经在我前面，那你对神的讲话不会是应付式的吧？不会是交差了事吧？不会，你会很享受在他的面前。这是求神给我们开启我们的属灵的眼光，看见这一点，会帮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更提升。第二个，牧师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祷告殿当中，我们可以遇见升天的基督，那是荣耀的基督，并且能够活出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刻。怎么讲呢？我们看，当主命令跟应许这些门徒以后呢，圣经记载他们正看的时候，耶稣就被提上升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橄榄山的事件，你站在其中，你看见耶稣基督被提上升，你看见有彩云朵这样的把耶稣接上去上升，然后一直上升上升上升，好像那个气球，对不对？越上升到最后看不见他了，那你会不会惊讶？你一定会惊讶。但是这不是神话故事，这是真实的，活现在当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来见证，他们用生命甚至赔上生命，都在见证这件事情的事实。而这件事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你会不会想？我就想说，耶稣这一升天，到底到哪里去了？你会想吗？会不会想说，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升天是到哪里去了？有没有？有没有？当下没有写，但是我们的信仰里面，这些使徒他们信仰的告白，都告诉我们，他们都知道他到底哪里去了。他到底到哪里去了？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其实升天的耶稣
是回到他天上的祷告殿里面，他在那里，在天父的面前为我们在祈求，是不是有这件事情？有。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主导文还是信仰告白就有嘛，对不对？对，并且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是保罗所说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罗马书8章27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能够了解吗？升天的基督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所祷告发出的力量就左右了、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他左右了整个人类宇宙的一个发展进展，他所散发出的那个影响力、那个威力，是宇宙当中最大的能力。阿们。对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吗？当你祷告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想象吗？你开启了地上的祷告殿，而我们的耶稣应许我们，我们求他就应允，表示说，当我们开启地上的祷告殿的时候，天上的祷告殿有没有被开启？有，耶稣基督就开启了。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声音就达到天庭，耶稣就按着他美好的旨意，在父面前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他发出他的能力来成全我们所祷告的一切。阿们。我感谢主。大概牧师这个礼拜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回想到半年前我有一个意象。我一次在领受意象的时候，在 shocking 里面，我就看见哇，我好像在整个城市的上面，而我看到城市站在城市的上面的时候，哇，我发现呢，从天上就有一柱一柱的那个管子，大小不一样哦，管子就直接的下来，垂直的就降下来，而且这个管子就像水管一样，是透明的。我有看见里面就是有能力跟祝福从天而降呢。那我就想说，主啊，这些管子到底接到哪里去啊？我就看到地面上原来接到那一些或者跪着，或者仰头，或者虔诚，或者谦卑祷告在神的面前的人，我就看见这一些所有的管子都是连接在那一些祷告的人身上。我感谢主，我那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我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原来我的祷告不是对空气讲话，我的祷告是完全被你所接纳的。我的祷告在地上的祷告，我开启了祷告。原来耶稣在天上也开启为我祷告的那个祷告殿，所以就有这样能力跟祝福，按着神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个城市当中基督徒的祷告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激动，你知道吗？我这个礼拜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让我回想了那一刻的意象，我非常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相信你的祷告可以成就这件事情吗？不是你成就的，是主早就为你成就了，只是你有没有把开启那祷告的殿，让那个管子可以从上而下连接在你的祷告里面，这才是关键。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原来我们的祷告是成为天梯，就让我想到雅各他离开父母家乡的时候，他以为神已经离开他了，所以他紧张害怕，拿一块石头做枕头在那里睡觉。然而他的心里的祷告害怕，我知道他对神诉说了。所以圣经记载说，他在睡觉的时候领受了异象，有天使从上而下
就是把他的祷告带到父神的面前，再把神的祝福带下来，由下而上，由上而下，来成就了那天梯。而这天梯，如今原来我们也可以成就，就在我们谦卑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刻。阿们。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的祷告不在于你都会祷告，只在于你愿意祷告，就成为神悦纳祷告的、祝福祷告的一个源头。所以愿神给我们有了解体会。所以如果你每次你进入祷告的殿的时候，你就相信那升天充满荣耀光芒的基督，也在同时开启了他祷告的殿。那我们的祷告就从地上连接到天上去，那表达了我们有极美的尊贵的身份，是不是？原来我的祷告可以直达天堂的，我的祷告是可以连接基督的祷告的，并且就让我更清楚知道主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当我们有这样祷告连接，从地而上连接起来的时候，就真的应许了耶稣所说的，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着，在天上也要释放。阿们。所以那个地上捆绑跟释放不是我们，是主在天上因着我们的祷告就成全下来了。所以给我们找到我们生命有所呼召哦。而这呼召是什么？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当你心里想到人事物的时候，不管是你家里的事情，你个人的事情，你公司的事情，还是教会的事情，我说不管是好是坏，你第一件要做的就是要先开启祷告的殿，把它带进祷告的殿里面。阿们。你要相信每个感动你都可以这样做，即便那个感动是不好的，就是不好才要带进祷告殿，而好呢，就是带进祷告殿让它成全，不好的就是带进祷告殿让它改变，就是你我可以执行的祷告的权柄。阿们。这就是基督呼召我们一个最大的使命，我们可以改变世界，不在于我们，只在于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祷告在神的面前，他就做他该做的。当我们谦卑开启祷告的殿的时候，神就在天上开启他的祷告殿，基督为我们代求，神成全他最美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愿神帮助我们。所以凡属于教会的事工侍奉的群体，任何的大小群体，任何的场所，任何属基督肢体的关系的，我们都必须要建立祷告殿。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无时无刻的总是把自己跟旁边的人带进祷告殿里面。我感谢主，每次我们聚会主日礼拜聚会完以后，我们就会看见有许许多多的小组，他们会把成员召聚起来，在那里彼此分享今天的领受，彼此分享这个礼拜从小组聚会上个礼拜主日以后到如今，我们有什么需要代祷的没有？这是极棒的，因为你们的聚集就是祷告殿。阿们。你们每一个的聚集都是祷告殿，都是神灵在的一个真实的产生，真实的灵在你们的祷告里面。所以我们应该好好享受这样在这其中。每次我看到小组的人，不管3个、4个、5个，或者像青少年，哇，他们一大堆，有没有？都把这个讲台啊都占满了，我都感谢主说，主啊，你就祝福他们，按着他们所求的，按着他们的信心来成全你美好的旨意在这些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如此的话，如果果真我们的祷告是如此的呈现的话，那你不运用这祷告
是你极大的亏损，不是吗？是我们极大的亏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感谢主，去年年底我们教会开设了祷告殿，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因为我们可以期待有一个地方分别为圣，有一个时间空间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祷告。其实这样的一个意向，3年前潘牧师就被神所提醒了，但是时候好像都没有办法成全这件事情。然而神透过特别的事情，叫我们不得不开启这祷告殿，而这祷告殿一开就没有人关了，因为这个能力就在其中运行。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珍惜教会的祷告殿，也让我们更看见我们哪里需要祷告殿。不只是教会大家一起来，透过小组牧区这样的一个排班进来而已，让我们更多更乐意。我发现有几个姐妹，她们很早就来，7点多就来祷告殿，都比牧师还早。她们就在那里祷告，我的心都很感动，因为她们紧抓住了一个权柄，一个权柄。这权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一直都把它忽略掉的。他们善用，他们就必蒙福。阿们。所以我要说，我们也勇敢的说，一切都从祷告殿做起。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一切都从祷告殿做起。是的，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我们看，我们大家戴着这个小小一片的，这是医疗级的口罩，对不对？小小的一片口罩，竟然能够发挥这么大的功能，让我们台湾被看重，让我们能够台湾的国际的这样的一个外交，也因着小小一片口罩，能够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哈。哇，这比过去撒很多外交的钱都还有用。而这个为什么可以如此的一个大的果效产生呢？我们到如今就知道，我们不要轻看小小片的医疗级的口罩，因为没有这个是要人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你看，对欧美人士来讲，要他戴口罩，好像要他死一般，对不对？这是他们过去的观念啊。我又没有生病，我为什么要戴口罩？他们的记号是你戴口罩，你就是病人。那我不是病人，你为什么要强制我戴口罩？然而他们没有办法想到，原来台湾我们就因为戴口罩勤洗手，让我们的台湾能够度过这样一个很严苛的时段，全球性的一个传染，竟然我们能够如此的被神所祝福。所以愿神让我们也看见，我们过去也许忽略了祷告殿，忽略了我们应该有祷告的祭坛更多，但小小的口罩都能影响世界，不起眼的祷告殿也可以左右世界你信吗？大家都说信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多的一起来学习。接下来几个礼拜，牧师还继续要谈祷告这件事情，因为越谈越领受，就越得着；越实行，就越让我们成为强大的一个军队。永光教会就会看见，我们就会看见未来的日子，我们真的是可以影响、震撼世界的。因为地表上最强的力量，就是当我们同心祷告，基督临在的时候，就已经发挥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说这句话好不好？地表上最强的力量来自基督同在的祷告。阿们。再说一次，来，地表上最强的力量来自基督同在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都要确认基督就在我们当中，神就与我们临在，而且基督他升天的基督，荣耀的基督，他在天上打开他的祷告殿，跟我们连接起来，那个管子就穿起来了，他的恩典能力福分就借着管子流露下来。我的意象，那管子有大有小呢？管子有大有小，你
你要从神而来的祝福，那个管子你要大还是小？你自己决定吧。你自己决定。你知道怎么样会把那管子做大？你知道的。阿们。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深深的体会，并且活出非常喜乐、非常有能力的一个祷告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一段经文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00。我们再更大声的来宣告，好不好？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牧师为了要连续几周跟我们来谈论分享，激励我们在祷告上能够更蒙神所喜悦所以有写了一首诗歌叫《祷告的威力》这是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唱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来使用这一首曲子，也让我们在祷告上能够更经历他的同在。好。脚步，放下自己，呼吸新的气息，一颗目的心，与你连接在祷告里，归回安息，重新得力，拥抱你的无比。我们从头来唱。以前你
在主脚前，世界跑在我们后面，何以敬拜主彰显？天国降临我们中间，双膝跪在主脚前。你的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父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为我们开启了这道路。就是借着祷告，我们可以直达天堂；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启动。主啊，你在你的能力运行在人其中。主啊，谢谢你，你应允我们祈求就必得着，后门就为我们开门。原来你已经早预备了这一条美好的道路，叫我们成为你百姓的。谢谢你，谢谢你，活出祷告的生活，让祷告的味影响世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父神，谢谢你，我们愿意更多的安静，因为安静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跟智慧，因为安静就会看见你。原来早就彰显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影响世界，带来对台湾的祝福，对教会、对家庭的祝福。谢谢你，我愿意成为更全力祷告的人。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阿们。坐下之前，跟隔壁说：“我在祷告殿可以遇见你，也遇见基督。”来，我在祷告殿可以遇见你，也遇见基督。阿门。好嘞，请坐。我们深信，在这次我们台湾的疫情可以这样平安的度过，是因为每一位基督徒你的祷告带来的印证。阿们吗？所以我们的祷告，神有没有垂听？哈利路亚！神他垂听我们的祷告，有更多的祝福在后面。随着我们的祷告，那一些的祝福就像从天上那个祝福的管道，就这样子涌流下来，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不仅我们的祷告是为自己，为我们的永光教会，也为了整个我们的台湾，也为了整个世界。所以，你祷告的力量是大的，你也是一个伟大的祷告者。阿们。这个时刻，我们要用我们一个敬虔的心，我们要来向神献上感恩。我们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奉献，预备我们的心，也预备我们的金钱，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来唱。今日到主施恩座前，这个时刻，请我们来奉献。生命我权，神灵触摸，重新的力
弟兄姐妹，请坐。这个时刻，我们因为要来关心教会的消息。我们在今天礼拜之后呢，我们有我们的铁三角，牧师呢召集我们的细胞小组的铁三角，牧师有重要的事情要来布达。我们大概在半个钟头，牧师的布达的消息，只要时间大概在半个钟头，所以我们中午不备餐，所以我们的铁三角同工都要留下来哈，牧师有重要的事情要来布达。好，再来就是我们的培育学校呢，在上个礼拜有我们的生命更新营有来结业。那感谢主，让现在开始有从别的教会有会了，他们也一起在我们的教会来受训。神不仅祝福永光教会，也透过永光教会来分赐出去。在上个礼拜的整个更新营呢，有我们弟兄姐妹出动好几十位的弟兄姐妹来为这些的学员做预言。每一个人都有非常深刻的领受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说在他们信仰里边，他们从来没有经历到有这样人为他预言，而且他们领受到的预言是跟他们的生命是相符合的。神真是知道他们的状态，因此神呢就呼召了我们，差我们成为那个使徒，在他们当中来服侍他们，使他们的生命得着激励。感谢主，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不断分赐出去的。好，接下来我们在昨天也有我们的门徒营来结业，感谢主，也让我们经历了更新营，然后呢成长班，接着呢就是我们的门徒营，在接下来的礼拜六呢是我们的领袖精兵营，所以呢我们已经报名的同工呢，我们都按这个时间来参加。当你付出时间，你付出代价的时候，神赐给我们的那个价值是高过我们所付上的，因此神命定要透过培育呢，让我们的生命有得着一个极大的翻转。我们整个教会也要继续的往前迈进，来满足神的喜悦。好，接着呢，我们这个礼拜呢要点招的祷告殿的小组呢是豆豆小组，感谢主，刚刚牧师呢也有见证了，我们在一大早就看到年长的姐妹跪在教会的祷告殿，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你知道牧师从他的口中都听到他点名为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回想我们今天的好，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做了什么，而是有许多天使在为我们，在我们的背后为我们祷告。你相信有人在为你祷告吗？阿们。你总是要这样的相信，当你相信的时候，神就兴起更多的人在为你祷告，而你也要成为那个祝福的管道，流通出去，也常常让自己成为祷告的殿，圣洁的祷告的殿，也拨时间在教会里边跟你的组员、跟你的同工一起祷告，2-3个人祷告，那个是极大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永光教会呢，我们要继续的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好，接下来我们在9月27号，我们的幸福小组呢是在这下半年度的启动，有许多的小组的同工我们的组员他们没有新朋友啦，我们的组员不敢呐。我想这些的声音呢，我们都要挪去，在神的里边没有那难成的事。而我们的小组长，你担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使命的承接，所以呢，我们的小组长，只要你敢的话，你的组员有没有不敢的？所以我们的小组长，你是极关键的人物。刚刚牧师说，在关键的时刻要做关键的事。现在是不是关键的时代？现在是关键的时代，因为时代的变化如何，那个速度太快了，所以我们要抢救灵魂。抢救灵魂也透过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所执行的幸福小组，让我们的朋友都有机会从你的口中来听到你是基督徒，你是信耶稣的，有救恩在你的身上，而你的救恩也可以影响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家人。这是关键的时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关键的事，期待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大大对我们来说话。接着呢，在我们的10月第1个礼拜天呢，有我们的受洗
我们的圣餐，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也来预备，在我们的小组里边，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朋友，他还没有受洗的，期待你勇敢的来告诉他说，你可以来受洗，我所认识的这一位神的大能在我身上，也在你的身上，我们有永恒的救恩，我享受，你也可以享受，阿们吗？所以呢，我们把我们的度量放宽，让我们呢把福音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不断的传递出去。当我们每一次呼吸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要传福音；当我们每一餐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要传福音，我们要祷告。这个是不断的在我们的永光教会在养成的一件事情。今天下午呢玉秀老师呢他的学生的音乐发表会，我们也为他们这一群的学生呢来为他们祷告，也非常的感谢主。我们的玉秀老师呢，他栽培了很多在目前呢在我们的教会儿童牧区我们的青少年服侍的，像亚伦、亚拿，基础呢都是玉秀老师建立的。所以他们今天呢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服侍者，还有我们的儿童牧区有很多的孩子们都是透过玉秀老师这样子慢慢把他们拉拔长大，然后现在呢就成为教会的服侍者。所以呢，玉秀老师他在教学生当中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培养他们，让他们成为教会的一个施勤的服侍人员。阿们。所以我们也为玉秀老师呢他所引导的这些学生继续来为他们祝福。另外呢，我们在下个礼拜六呢有我们的周老师的音乐课，我们的报名的学员你们要回流在上一次牧师看的时候，有好多人都已经进入休息状态，所以呢，我们周老师的课我们是要有一个机会是让我们大家呢能够来献诗的，所以呢926呢，请我们的音乐班的同学都要回来上课。好，再来。我们继续为这一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许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你祷告提名祷告的时候，耶稣会不会认识他们？耶稣认识他们，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情感，然后有一个负担，来为这些弟兄姐妹来祷告，让他们呢能够在困境当中呢，借着我们的祷告，然后他们自己呢也被挑旺了，他们也懂得祷告，他们就兴旺起来，就站起来，勇敢刚强，然后回到教会，继续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介绍新朋友。好，谢谢。好，这一位是月英姐介绍的。哦，你是在楼下，楼下带上来的。OK， 好，那我们也认识一下他们的名字，好不好？我们就这个礼拜为他们祷告，下个礼拜他们就出现了哈。石文金跟冯迪辉，是不是？冯迪辉，安徽的徽哈。好，这是夫妻吗？好，这是夫妻。好，是我们月英姐呢，她在1楼呢，在那里当招待呢。经过的人呢，大概很难呢逃过她的眼目，她就把她抓过来，好像在捞鱼一样哈。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同工哈。在底下，所以我刚刚呢上去楼上儿牧礼拜的，他也捞了一对母女上来，哇，真的是神叫我们得人如得鱼哈。好，感谢主。好，那我们也继续为这些新人朋友呢祷告，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与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来介绍一下的？好，我们感谢我们的詹牧师、昭德长老的女婿哈，他们全家回来礼拜哈。詹义信牧师呀，他现在是在新竹的马街医院担任院牧主任哈。上次牧师呢到了新竹，在那里都领受到他的接待，谢谢他。还有吗？还有没有？很久没有来，你旁边的人，你确定你都认识他哦 ？OK， 好，来这个时刻呢，我们要一同起立，彼此的用我们的喜乐的心来祝福。
起来祝福祷告。愿上帝临在你们祷告当中，也愿你们的祷告开启天上的祷告殿，连结一体，成就神最美的旨意在你们的当中。更愿圣灵引导你们，让你们活出他的喜悦、恩典，更让他的能力在你们的身上成为最美的见证，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弟兄姐妹，大家。